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即阵嗯，即要过年吼，所以爱恭喜你看我穿安尼。老师平安。平安平安。是听讲过年时吼，民间爱去拜足济无共款的迄落吼，什物灶骹哦啊，拜土地啊，拜什物吼，哦是，啊，24是上神嘛吼。安尼哦，咱哦，旧历哦，嘿，二九暝，咱要讲二是，九暝，但是哦，二四拄仔昨昏是二四。昨昏是，哦，上神就是讲甲厝嗯，内所有诶神拢送去天顶，安尼哦，送去天顶哦，有嘿，原因啊，有一个故事，咱来看民间诶传嘿，说。当然，迄个传说咱是是。听得真好听啦，毋是真嘿诶啦吼，哦，毋毋是是真诶确实诶。吼。听嗯，讲因诶迄落爱相拍较会赢，敢是安尼？本来病就会拍到29暝，有一句俗哦，语安尼讲哦，讲本来分袂，病拍到嘿，29暝。哦，哦，即所以咱有款即两个时讲鸟仔咧物拍，件无逐是，个拢好好咧，有物件以后煞变逐个着相拍啊。哦，有物对吼，件就会分袂平，无物件逐个拢无就无问题啊。反正哦，较是逐个就迄落吼，拢和平较做伙。好。哦，因为咧抢物件，我会记细汉拢牵弟弟抢物件对无？拢抢嗯袂赢伊，所以干脆互伊安嗯，尼较紧吼。抢今仔日袂赢。嘛足精彩哦，因为后壁吼有林老师诶去爬阿里山诶什物对高月吼，诚水诶嗯山哦，嗯，让互观众朋友来欣赏吼。所以咱来听到最后，好，所以今仔日要来看即个二哦，九暝是啥物？是哦，本未平拍到29暝哦。因是为是安怎讲29暝，啊，是像今年是30暝嘛，毋过30暝咱有哪会讲29暝？哦，哦，29暝代表讲是叫做除夕来讲，好好呃，最后诶一暗，就是哦，讲今年诶最后一最后一个暗，明仔载就变新年啊。所以啊，不拢管是叫二九暝，月大30日，还是讲月小29日，一是律拢叫做29暝啦，吼，最后哦，一日啊。最后所以一日国语内底诶除夕，其实代志就是叫做29暝，不管哦，迄日是毋是29。嘿，啊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其实有一个故事啦，我来讲即个是故事。人咧讲连锁，迄是中国诶故事，迄毋是台湾诶吼。台嘿，湾诶故事是安尼讲啊，讲是29暝是台湾要沉落海底。哦，好，因为逐个拢是神啊，咱毋是大块石头就甲拜，拜做石头公，大樟树啊叫做对，大树公。啊，厝内逐项物件拢爱拜啊。哦，碗是爱拜，猪也爱拜，佫逐项物件拢有神啊。即摆因拜无着有一个会安那，拜无着麻烦，因为逐个拢一定爱拜嘛，想诶拢拜了啊，足欢喜，逐项拢拜了。拜了，是其实有一个红过道，就是神道啦。红过道顶悬诶咧菜灯火迄个台，叫做嘿，灯教。迄个灯教煞拜无着，因为咱拢想讲爱是红过道诶一项物件尔。我若是，拜迄个红过道就好啊。迄个灯教讲安尼无公平吼，伊就足无欢喜啊。无欢喜就走去天顶，甲迄个上大迄个玉皇上帝报嘿，告，讲嘿，台湾人讨债啦，甲因烧耳仔拢黑白念，因念就是念迄个器具诶顶悬，为着要感谢啦，讲一冬互阮安尼真平安，哦，念感谢遐念因咧拜诶方法啦。哦，伊就讲世界我着拢无公平啦，讲台湾人无公平啦，分担啦，讨债啦。即哦，摆讲上帝讲好，安尼好，今年结束就要互掂落，就无明哦，年啦吼。二九嘿，暝，所以啊，即个嘿，消息传来到逐是，个百姓耳孔着听讲哇，安尼要掂落啊！对，咱较紧来团圆做伙来食一顿仔饭，嘿，最后晚餐的意思。哦，好好好你好，食一顿饭，食一顿是，饭，佫明仔载开始，咱着要黄泉的黄泉路啦。就哦，讲咱好好，着拢离开世间啊，要去迄个阴间的路，无钱免啊，所以甲钱拢分去逐个人的身躯，所以逐个哦，人身躯拢爱摕钱通去困。
吼，大汉细汉拢爱分哦，拢爱分红包。看你若有活咧，可会当用着安尼。对，无啊，若无我嘛会当去用哦。听讲阮会当去泉路用啦。继续这是用。一个故事啊。其实到明仔载无掂落。总之这是一个故事啊，咱听着好哦，毋通甲当作真。因为其实拜无，是讲咱行神拜无着，伫希腊的首都雅典，保罗有一届伫遐有哪发生这个问题。因为因有哪拜足侪神啊，就想讲安尼佫拜一神叫做阮毋捌的神，就讲阮想无到，阮哪家拜啦。保罗就讲讲我有看到恁咧拜一个恁毋捌的神。我今日特别来甲恁讲，你毋捌迄个神是啥？伊就甲耶稣介绍互因啦，就是保罗伫迄个雅典所做的代志咱看圣经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，我伫城内伫四界行的时，看到恁伫敬拜的所在，有拄着一座坛，顶面安尼写：献互毋捌的神。恁咧敬拜即位恁毋捌的神，即摆我要来报恁知。这我拄则已经解说了。就是圣经内底有这段的代志，咱知影讲神拜伤济其实你拜袂了。对。神有哪会分袂平啦？拍到29暝，就讲29暝讲最后一日，对年头拍到年尾啊，讲你若分袂平，迄神有哪会轻分讲你着拢拜伊无拜我，爱着甲你创治互你破病，因为人的想法是安尼嘛，所以就一直拜愈济。无一个是真诶，安尼啊。我就拜袂了啊！安尼真毋好所以规气写一个拜毋捌诶，安尼上紧啊因为拢其实拢毋捌，拢毋知影家己咧拜啥物安尼其实拜上帝就好啊来，咱来看即张咱来看圣经诶一个故事，两个兄弟仔分袂平那是拍到29暝是。大汉诶，伊想讲伊是好囝，伊安怎好囝？其实伊是也做好囝。你看伊所讲诶话，你会知影讲，伊老爸所有诶命令，伊拢毋捌违逆。遮尔好诶囡仔，当然是好囝结果是安那，咱来看即个故事是讲，两个兄弟仔分食迄个细汉诶小弟，就甲遮钱拢摕去外口，讲我要来外口奋斗。奋斗，结果奋斗到遐钱拢开了，连饭都无人食，足可怜的就倒转来，叫因老爸甲伊请做工人就好啊，无厝要通做囝，是即个故事啦。大囝就轻分，因为伊感觉分袂平。咱来读圣经伫路加福音15章28节，大囝就受气，毋入去，伊老爸出来抗议。先那个受气，因为迄个细汉囝倒转来是因老爸欢喜甲好甲咱的，毋惊迄阵伊那像乞食安尼足可怜。甲咱咧咧摕迄个肥的牛请人家讲较紧的来阮兜互阮请，我足欢喜的，阮囝转来。因大汉囝伫外口入来讲，厝里是安怎甲遐闹热？人家讲是恁小弟转来，伊就受气受气无爱入去无爱入去厝内，因老爸就出来甲伊鼓正，讲无安尼就安尼讲，就无效啦。因讲29节，伊因伊的老爸讲，你看我服侍你遐侪年，拢袂捌违你的命令，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，通甲我的朋友相甲欢喜。总是30节总是即个囝，就讲你个细汉囝交陪抢机，一尽耗费你的产业。一日倒来，你就为着伊来刣肥的牛仔。因老爸做无公平，你也看因迄个大汉囝就讲有够无公平啦！你连一只羊仔囝都无互我，你刣一只肥的牛仔。来请人家来，因为恁的细汉囝转来，爱是破费的，伊甲你
甲你破坏你全部的产业。有够无公平，伊是想讲无公平，所以伊感觉伊是好囝，大汉来想讲好囝哦，结果咱看尾仔场第二个安怎？第尾二个，仔场有认，细汉来认罪悔改，咱读圣经18节，我要转来去，伊讲伊伫外口足可怜啊，讲我要转来去找我的老爸，甲伊讲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但我无资格去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长工就好。伊就伫遐要求因老爸讲，伊就彻底来悔改。这是咱前礼拜讲的99个免悔改，甲一个爱悔改。上帝是爱迄只羊啊，迄个99只羊减一只。迄个失丧的伊就是讲迄个悔改倒转来，迄个歹人，迄个歹囡仔是上帝所要找的人，因为你若反悔，就已经真做是好人，上帝就有法度洗除你拢总的罪，就是这样简单的代志哦。所以咱知影讲认罪悔改，这是基督谦卑做人，毋通想讲家己做好，毋通像大囝安尼我遮尔好的人，我拢无做歹代志，也无犯法，哇，税金总有纳。毋通讲你是足好的人，莫安尼想，爱谦卑，咱逐项拢有无够格的所在，足个所在咱做毋对也毋知，因为咱今仔日要阁有看后壁的一段伫山顶，就是讲我伫阿里山翕的一段影片所以来就讲到遮就好。好，就是先来看老师去迄个阿里山翕的哦，咱个较转来遮哦，好。看下这个阿里山是18座主要山，其实个山毋惊18粒啊，佫较济啊。真水哦！台湾清水溪，阿里山顶源流迄条上长的水个清水溪。就是其实做侪去台湾的人一定爱去这个山，对无这粒山因为伊有迄个会当看迄个日出毋过会使是阮透早6点到6点半，迄阵大雾，迄车拢无法度驶，迄路弯弯曲曲，所以怎停会使。毋过到位的是迄个树叶拢总落落去啦。哇，真水诶！放仔树啦，放仔树的叶拢落落，拢是红红足水，所以拢伫遐看。伫遐个会当看到玉山哦，台湾上悬的就是玉山哦，玉山的主峰、东峰、北峰拢看。松露是款寒的所在，足寒的所在才有。是。下云那像山。这个是阿里山的对高月。对，对高月哦，这粒悬悬也叫做对高月山。这云其实是冬天吼，咱想要秋天对无？冬天，即阵冬天。咱这文唱歌是台南信教会的一个。唱歌迄个弟姊妹。这条歌吼，是台南信教会唱的姊妹，真好唱歌，伊唱的是台湾歌。台湾歌，这条做有名的吗？吴清辉。吴清辉。这个小丽人，这个日本名，日本人。日本人。小丽人福建，所以就用伊的名做纪念。人跳起来都伫所有山的顶端。是，真厉害，人跳去山顶。
这是午夜松针，我会午当夜松，咱这五叶哦，青树五叶，啊，佮有两叶，是这个所在是五叶的。啊，有时迄路，另外红的叶啊、树叶佮铺路。这条歌是足早以前的人拢会晓唱的，对无？无听过。这种像啊国话啊，人讲国话拢是会在唱安尼。此山中，是台湾是真水的吼。啊，佮有一个所在哦，嘿，住伫台湾足少人来食啦。啊，其实即个点足重要，伊是离开海面上远的一个点。哦，离海面上远上悬上吗？远的迄个园的中心。是祝大这个家新祝大家春快乐！新春快乐，平安喜乐。真厉害吼！多谢咱有遮尔好听的歌吼，多谢老师甲伊编做即个影片吼，咱会当看到。阿里山吼，台人一定爱去的对无？外国人吼去台湾吼一定会去的吼。因为咱今仔讲到本未病吼，本未病拍到二九暝，就是其实毋免兴奋啦，就永远本未病啦吼。若是无物件，就一定会分袂平，因为你想讲较少，爱想讲较少。是，就是足济世间足济，感觉无公平。毋惊是讲你分较少袂平哦，兴奋哦，连即摆纷争哦，甲因小弟两个人安怎袂平，你毋知？我互因两杯牛奶对无？啊，一个就小弟就咧计较讲，伊讲就无欢喜，讲安尼无公平。我想讲无公平，我搁一寡互你啊。啊，结果原底毋是安尼啊，我甲了解讲，原底伊是要争迄个较细杯啦。人是咧争较大杯的对无？啊，我想讲啊，你若讲无公平，安尼我搁有一寡互你，我还会搁愈生气，因为伊讲伊着较少，我着较济安尼。对，为虾米我会啉较济？其实我想要较少的迄杯，安尼。真厉害哦！所以囡仔哦，囡仔永远是分袂平啦。较济互伊也毋对，较少互伊嘛是个毋对。哦，是，所以咧，毋免迄个兴奋，咱着爱来看即个上帝创造的山吼，咱可会感觉讲哦，人遮尔小，遮尔细，对无吼？毋免兴奋吼，安尼足水的吼，看着即个山，咱着会心情足好，毋免搁计较安尼。好，多谢老师，真水的吼，后礼拜搁啊精彩的哦吼。因后礼拜是咱的大年初二，就是什么过年啊吼，所以即礼拜诶，就有二九暝，祝大家安那拢会当平安顺顺利利吼。啊，而且咧毋免去拜足济吼，咱来是拜上帝就好吼。后礼拜一个下暗，阮继续搁有共款时间哦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做伙来讲台语吼，安尼祝大家新春恭喜，大家恭喜平安，后礼拜再会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。